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察局最前線。今日我哋要講嘅呢單新聞，表面睇好似好簡單，但背後牽涉嘅利益關係可能遠超你想象。大家睇落以為美國同以色列聯手打伊朗，實食冇黐牙啦，其實水好深。伊朗駐北京大使最近爆咗句響口，話如果有能力，絕對會襲擊美國本土。到底葫蘆裏賣咩藥？點解擁有地表最強軍隊嘅美國，竟然會驚咗伊朗啲飛天小摩托？仲有平時同伊朗稱兄道弟嘅中俄兩國，點解到依家都仲係得個講字，未見有實際行動？今日我哋就一齊拆解呢個中東火藥桶背後嘅世紀大博弈。好，我哋先嚟重組一下成件事嘅來龍去脈。最近美國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咗被稱為史詩之怒嘅軍事行動，甚至搞到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遇襲身亡，震驚國際。呢個絕對係一個震撼彈。但係伊朗有冇就咁投降呢？絕對冇。伊朗駐北京大使法茲里接受鳳凰網訪問嗰陣，態度非常強硬。佢話美國同以色列嘅行為完全係強權同霸凌，伊朗為咗維護國家主權同獨立，將會不惜一切代價反擊。佢仲講，對方也將因為他們的侵略行為付出更多代價。我們將會攻擊美國和以色列在所有地方的所有利益和武裝力量。當記者追問呢個反擊包唔包括美國本土嘅時候，佢直言不諱咁答：如果我哋能夠嘅話，係嘅。唔知大家聽到呢句話有咩感覺？我個人覺得呢句話係有幾個層次嘅。第一，佢係一個外交信號，話俾全世界聽，伊朗唔係冇牙老虎。第二，佢係一個心理戰，要令美國人感到恐懼，令特朗普政府喺國內面對更大嘅政治壓力。第三，亦係最重要嘅一點，呢句話其實係有實質意義嘅。因為伊朗確確實實係有能力令美國感到痛苦。我哋要明白喺現代戰爭入面，本土呢個概念已經好廣泛，除咗美國地理上嘅領土之外，仲包括美國喺海外嘅軍事基地、使領館，甚至係網絡空間。更得人驚嘅係，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同國土安全部 DHS 最近都高度戒備，擔心伊朗會啟動潛伏喺美國境內嘅睡眠細胞 Sleeper Cells。呢啲潛伏分子平時同普通人冇分別，住喺你隔離，搭你同一班地鐵，但一收到指令就可以喺美國本土發動恐怖襲擊，製造社會恐慌。呢種防不勝防嘅威脅，先至係美國最頭痛嘅地方。美國已經喺2026年3月初宣布，各州反恐及情報團隊進入高度戒備狀態，聯合反恐特遣隊正積極監控任何潛在威脅。好，講完背景，我哋嚟深入拆解第一個核心問題。點解美國打唔贏伊朗？答案就係4個字：不對稱作戰。大家有冇聽過伊朗嘅飛天小摩托？呢款全名叫 Shahed 136嘅自殺式無人機，可以話係一戰成名。呢啲無人機造價極平，成本大約只係2萬至5萬美元一架。但係當伊朗一波又一波咁放呢啲小摩托出去嘅時候，美國同以色列要點樣應付？佢哋要用價值幾百萬美元嘅愛國者導彈或者標準導彈去攔截。大家計下呢條數。用幾百萬去打幾萬蚊嘅嘢，呢個根本就係瓷器含鋼話。就算美國幾有錢，彈藥庫都有耗盡嘅一日。有專業評論就指出，伊朗嘅打法簡單粗暴到令美軍絕望。先用平價無人機做有嘢，一波波蜂擁而上，消耗你嘅防空導彈，等你彈藥耗得七七八八，再出動高超音速導彈。呢種消耗戰令到美軍嘅防空系統面臨極大壓力。美國官員喺國會簡報中都坦言，伊朗 Shahed 136自殺式無人機嘅破壞力超出咗國防部嘅預期。自衝突爆發以嚟，伊朗已經向中東美軍基地同外交設施發射咗數以千計嘅無人機，導彈庫存嘅消耗速度令人憂慮。仲有一點更加令人不安嘅就係，伊朗聲稱擁有近10萬架 Shahed 136無人機嘅庫存。就算呢個數字有水分，但即使係1萬架，都已經係一個令人頭痛嘅數字。呢種蜂群戰術可以令最先進嘅防空系統都疲於奔命。更加有趣嘅係，有報道指美軍喺研究過伊朗無人機之後，決定以彼之道還施彼身，將繳獲嘅伊朗無人機改裝，以極低成本反打伊朗。可見呢種廉價無人機戰術嘅實用性已經得到美軍嘅認可。聽到呢度，大家係咪覺得好奇怪？點解平時咁惡嘅美軍會俾啲幾萬蚊嘅無人機搞到咁狼狽？其實我覺得呢個唔係美軍能力嘅問題，而係戰略思維嘅問題。美國一直以嚟都係用一種好簡單嘅地緣政治思維去處理中東問題，以為靠拳頭大就可以解決一切。但伊朗唔係委內瑞拉，伊朗有8000萬人口，地處戰略要衝，而且具備強大嘅反擊能力同完善嘅軍工體系。
美國想速戰速決根本係冇可能嘅事。呢個就帶出咗我哋要拆解嘅第二個問題：特朗普嘅算盤同埋孫子兵法嘅啟示。講真嗰句，大家試下企喺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個角度諗，你估佢真係想打咩？特朗普不嬲都係一個精算師，佢最叻就係計數。佢曾經講過，戰爭超過24小時就係浪費美國人嘅錢同生命。呢個諗法同我哋中國古籍《孫子兵法》入面講嘅久步思則國用不足，簡直係如出一轍。打仗最燒錢，拖得越耐，對國家嘅消耗就越大。特朗普依家面臨嘅困境係，佢既唔想陷入長期嘅泥沼，又唔可以示弱，拉埋以色列落水。一方面係因為以色列係美國喺中東最重要嘅盟友，另一方面亦係因為以色列對伊朗核計劃嘅威脅感受更加直接。但係呢個決定亦帶嚟咗一個副作用，就係令美國更加難以從呢場衝突中抽身。有分析指出，特朗普喺2026年2月底之前，其實一直係希望透過外交談判解決美伊核問題嘅。但美以聯手空襲嘅行動，令談判嘅大門暫時關上。依家特朗普話會喺適當時機決定結束軍事行動，但呢個適當時機到底係幾時，連佢自己都未必知道。佢甚至去尋求宗教領袖祈禱。呢種舉動背後，其實反映咗佢面對巨大政治壓力下嘅無力感，以及對戰局走向嘅不確定性。孫子兵法仲有另一句名言：知己知彼，百戰不殆。美國嘅問題係佢唔夠了解伊朗。美國以為伊朗係另一個伊拉克，以為只要斬首領袖，政權就會崩潰。但伊朗嘅政治結構同文化背景同伊拉克完全唔同。伊朗嘅神權政治體制令到即使最高領袖哈米尼身亡，政權都唔會即時瓦解，反而可能激起更強烈嘅民族主義情緒，令伊朗人更加同仇敵愾。BBC 嘅分析就指出，目前嘅攻勢不太可能迫使伊朗政權投降，或者與美國達成未來協議。好，講完美國同伊朗嘅角力，我哋嚟睇下另外兩個關鍵玩家，中國同俄羅斯。呢個係今日最精彩嘅部分。中東打到立立亂，點解中俄兩國到依家都仲係企定定喺度，淨係喺外交層面譴責，而冇實際嘅軍事介入呢？呢個就係國際政治最現實嘅一面。先講俄羅斯，普京話美國同以色列暗殺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，係對人類道德同國際秩序嘅嚴重違反。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亦向以色列外長表示，武力無法真正解決問題，呼籲各方避免衝突進一步升級。中俄兩國仲聯手要求召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緊急會議，言辭上係幾強硬，但係呢啲都係外交辭令，唔係軍事行動。有一句說話好刺耳，但好真實：伊朗受苦，俄羅斯贏罵。點解咁講？因為中東一打仗，國際油價就即刻飆升。甚至有報道話，油價以史上最快速度突破每桶118美元，全球股市慘跌。俄羅斯作為能源大國，油價升對佢哋百利而無一害。加上美國將注意力同資源集中喺中東，自然就會減輕俄羅斯喺烏克蘭戰場上嘅壓力，令俄羅斯可以喺烏克蘭問題上爭取更有利嘅談判籌碼。對普京嚟講，伊朗係牽制美國嘅一隻好棋，但俄羅斯絕對唔會為咗伊朗而同美國正面衝突。俄羅斯同伊朗雖然喺2025年簽咗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協議，涵蓋貿易、軍事合作同能源等領域，但入面根本冇共同防禦條款。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前總幹事科爾圖洛夫就明確指出，俄伊協議只係提到雙方喺對方捲入衝突時避免採取敵對行動，根本唔係互相防禦條約。所以俄羅斯嘅策略好清晰，精神上支持，行動上保持距離。至於中國，策略就更加明確，中國一直奉行不干涉別國內政嘅原則。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就表示，中方支持伊朗政府同人民維護國家穩定同正當權益，希望各方珍惜和平，保持克制，通過對話解決分歧。呢啲係正確嘅廢話，大家都聽得出係點。中國同伊朗嘅關係主要建立喺經濟合作上面。大家要知道，伊朗出口嘅原油有接近90%係賣俾中國嘅。中國需要一個穩定嘅中東嚟確保能源供應，但同時中國亦唔希望俾人扣上支持伊朗對抗美國嘅帽子，影響中美關係。所以中國嘅角色更多係做和事佬，呼籲各方克制，透過對話解決問題。清華大學嘅學者就分析，中國更可能扮演外交斡旋同危機管理嘅角色，同美國及海灣國家進行溝通，以避免局勢進一步惡化。仲有一點好重要嘅就係，伊朗過去嘅一啲做法，令到中俄兩國都有所保留。有分析指，伊朗曾經有過忘恩負義嘅記錄，
例如單方面取消同中國嘅巨額合約。喺國際關係入面，冇永遠嘅朋友，只有永遠嘅利益。中俄兩國爭個鬼，點會咁容易俾人擺上台？如果你係中國領導層，你會點做？你會為咗一個曾經食過你豆腐，而且對你嘅戰略利益貢獻有限嘅國家，去同世界最強大嘅軍事力量正面對撼嗎？答案係明顯嘅。中國依家最重要嘅任務係發展自己嘅經濟同應對台灣問題，而唔係喺中東攞彩。最後，我哋嚟做一個終局推演，呢場美伊衝突最終會點樣收科？我個人嘅睇法係，呢場衝突好難有一個乾淨利落嘅結局。美國唔可能完全消滅伊朗嘅軍事能力，因為伊朗嘅軍事設施分散，而且深入地下，難以徹底摧毀。伊朗亦唔可能正面打贏美國，因為雙方嘅軍事實力差距仍然巨大。最有可能嘅結局係雙方打到精疲力竭，最終透過某種形式嘅外交談判，達成一個雙方都唔係完全滿意，但都可以接受嘅停火協議。但係呢個過程中，代價係巨大嘅，美軍嘅彈藥消耗、美國嘅財政壓力、中東地區嘅人道主義危機、全球油價嘅飆升，都係真實存在嘅代價。仲有呢場衝突對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嘅影響，可能係深遠嘅。美國喺中東嘅影響力會唔會因此削弱？伊朗會唔會因此加快發展核武？中俄會唔會趁機擴大自己嘅影響力？呢啲都係值得我哋密切關注嘅問題。大家有冇留意到《孫子兵法》入面有一句話：上兵伐謀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意思係最高明嘅戰略係破壞敵人嘅謀略，其次係透過外交手段，再其次先係動用軍隊，最下策先係強攻城池。美國今次選擇咗最下策，而且係喺一個地形同政治環境都極為複雜嘅地方。呢個決定係否符合美國嘅長遠利益，係一個值得深思嘅問題。好，今日嘅拆局就去到呢度。對於呢個美伊困局，唔知大家又有咩睇法呢？你覺得美國最後會唔會真係被拖垮？中俄又會唔會喺關鍵時刻出手？伊朗嘅睡眠細胞會唔會真係喺美國本土發動攻擊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同我分享下。留言區見。總括嚟講，呢單新聞絕對唔係表面睇咁簡單。美伊衝突背後係一場牽涉全球地緣政治、經濟利益同大國博弈嘅超級大戲，真相往往出人意表。我哋拆局最前線會繼續同大家跟進事態發展，為大家帶嚟最深入嘅分析。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最新影片啦。拜拜。